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这一期聊什么呢？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大学暴雷。没听错啊，大学居然暴雷了！现在已经有大学开始暴雷。前不久啊，咱们好像做了个节目，说这个民办高中、民办大学招生难。结果啊，今天啊就爆出一个猛料啊，有一个民办大学暴雷了。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啊，大连一高校被曝全员停发工资，学校被执行总金额超35亿元。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啊，大连科技学院全员停发工资，开学面临停摆，引发关注。在贴文评论处，记者注意到有一封落款为大连科技学院工会委员会的致全体教职员工一封信啊，这个信还挺长的，说明这个大连科技大学啊，叫大连科技学院呢，暴雷啊是板上钉钉啊，确凿无疑的，不是谣言。具体情况啊，大家看一段视频。大连有个高校最近彻底火了，不是因为出了啥学霸，是因为全校老师工资都停发了。更吓人的是，这学校被执行的总金额居然超过35亿，这瓜也太大了吧！有网友直接爆料，大连科技学院全员停发工资，开学都要黄了。底下还有学校工会发的信，说账户突然被法院冻结，7月工资压根发不出来，只能先给老师们发点临时补贴救救急。我专门打了个电话问学校，院办老师倒是承认了这事儿，但说正解决呢，政府不可能让学校关门，老师马上就上班了。可问教育局，电话压根没人接，这就有点迷了。查了下才知道，这学校不光现在有2亿多被执行款，以前的老账加起来超35亿。8月初还刚新增了一笔1.3亿的执行，法院就是大连中院。说起来，这还是个民办理工高校，学费可不便宜，本科1年2万6到2万8，专科1万8。有意思的是，学校刚说今年招了2900多个新生，录取通知里还要求10天内交齐学费。有学生说，停发工资这事儿都是从网上刷到的，学校里没咋讨论，倒是最近新装了宿舍楼，招生时天天晒寝室多好。更绝的是，学校背后的公司官司一堆，连副校长兼法人都被限制高消费22次，全是借款、债权纠纷啥的。关键是今年啊，报考了这个大连科技学院的这个2900名学子啊，该咋办呢？是去还是不去呢？交钱还是不交钱呢？有的人啊说8月初就已经交齐所有学费，这个学费不少啊，1年2万8。学校目前在校生有1.2万人，这个学费啊，一年收入这3个多亿啊，这个今年考上的学子啊，给家长出了一个难题。那对那些已经在里面上学的，对吧？大2、大3、大4的，那就更麻烦了。民办大学暴雷果然来了。这个大连科技学院的这个副董事长、常务副校长高晓涵是大连科技学院的法定代表人。这个高晓涵啊，有22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这个关键啊，就在前不久啊，7月7号，恐怕也是为了招生啊做宣传，这个新华网、央视还专访了这个大连科技学院的常务副校长高晓涵。大家看视频。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坚定不移地走出困境，并且在短短的9年时间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我始终坚信，只要坚守教育的初心，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困难呢是暂时的。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的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应用型本科建设，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实现了10000人的办学规模。2016年的时候，我们成为辽宁省转型发展试点高校。2017年的时候呢，获批辽宁轨道交通运输校企联盟理事长单位。2018年的时候呢，加入中国新工科联盟。一直到了2019年，我们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1年一个大事件，1年一个大跨越。大科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大科人锲而不舍、真抓实干的精神和不忘初心、坚守使命的决心，不畏艰难险阻、勇攀高峰的信念。你说这不是害人吗？对吧？一个大连科技学院背了那么多债，马上就暴雷了，还在忽悠，对吧？还在让那些学子们啊去报考这个学校，又有2900人上当受骗。所以说啊，这个央视啊，还有这个新华网背书啊，对吧？也不代表什么。最近那个网红超市，对吧？人民日报给他背书宣传他，这个央视和新华网宣传这个大连科技学院，这才1个月啊就暴雷啊！公开资料显示啊，大连科技学院位于辽宁省大连市
旅顺经济开发区是一所理工类民办高校，学院于2002年7月建校，前身为大连交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是大连铁道学院与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独立学院。2011年，学校改制为民办普通本科大连科技学院。谁能想到民办大学暴雷来得这么快呢？都知道啊，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对吧？由于经济原因呢，由于这个第一个是家长收入在下降，第二个现在大学一毕业就失业，就业非常难，所以显得啊这个学历贬值，学历投产比就非常低。也就是你给孩子上学花了很多钱，他找不到工作，那钱白花了。所以这个家长在自己收入下降，对吧？在失业对未来预期不好的情况下，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孩子上大学的事，这就导致很多民办大学它的招生越来越难，很多985、211都找不到工作对吧？一毕业就失业，你花了高价，对吧？一年学费2万8，跑到一个什么大连科技学院去上学，出来也找不到工作，你4年下来吃喝拉撒加上学费，至少10几万、20万。大家都知道这个趋势很难改变，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个大连科技学院打响了民办大学暴雷的第一枪。实际上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民办本科学校招生难。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昨天有篇报道叫300多分就能上本科，这是怎么了？民办高校的困境更是所有高校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按照房地产的这个规律对吧？民办高校遇到的问题，实际上公办高校也马上就要遇到了，它只不过是在后面。这个房地产行业就这样，民营房企先爆雷，民营房企爆完了之后，那就是央企国企开始爆，对吧？央企国企它不是不爆，它只是在后面，对吧？要不然这个万科现在活得这么难，万科现在是国企妥妥的，现在需要这个大股东给他输血200多亿，这还没到头还要那么到这个高校也一样，先是民办高校爆雷，后面恐怕就是公办高校。这个中国新闻周刊说7月30号，广西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称，将进行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第4次征集志愿，且不受文化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所有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也就是你前面你没有资格报的，或者你没有上档你这一次你都可以报，不管你考多少分。也就是说广西本科常规录取结束后仍然存在缺额，招生考试院只好开启第4次补录。请问人呢？为什么招不满？就是有很多学生分流了，人家不上了。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广西，今年很多省份均出现了频繁补录，比如广东普通类本科也先后3次征集志愿，第一次在最初最低投档线上降10分，你看看就是高考那个录取线直接给你降10分，降10分还没有招满，第2次再降15分，第3次再降11分，你看一降再降，一共降了36分。云南那更离奇了云南是先后6次征集志愿，陕西则直接大幅下调分数线来补录，对吧？陕西更狠了，一次到位，说陕西的物理类专业降幅达30分，也就是说364分在当地就能上本科。当然了，这样的补录主要发生在民办高校。今年诸多省份部分民办高校都出现大幅缺额现象，甚至零投档。比如广东某民办高校2次征集志愿后，缺额人员仍高达5626人。分析这背后的原因，首先要看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2024年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当年普通高校招生1070万人，如果加上专升本、中职、直升高职，则超过1200万人，考上大学已变得相对容易。今年山东就明确宣布，集中录取阶段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在录取结束后到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高校注册入学。我们终于和美的一样了就很快要赶上美的了，就是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把钱准备好。但是美的好像是叫入学容易毕业难，是吧？咱们这是你只要入学了，你都能拿到一张毕业证。几乎人人都有一张文凭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文凭可带来体面的工作。这时大家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这张文凭？要什么样的文凭？民办高校为什么成为补录的主体？有人归结为学生和家长对办学质量的担忧。其实更重要的是，民办高校高昂的学费带来了对上大学投资效益的理性思考。说的太对了也就是当家长在为教育考虑性价比的时候，那民办高校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民办高校与公办学校不同，因缺乏国家投入，学费成为学校运转的核心。民办高校的学费普遍
遍偏高，大多一年在12000到4万，最高的超过10万元。高昂的费用面前，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花这么多钱，还有4年时间，虽然可以拿到本科文凭，但毕业后人找不到体面工作，为什么要读？昂贵的门槛让大家的消费更理智，这和面向公办高校的冲动消费完全不同。20世纪末至今，由于复杂的因素，公办学校学费被严格管制，近2年才开始调整，以至于我国的公办高等教育几乎变成普惠教育。这种学费低、门槛叠加、高等教育普及化，就形成了上大学的冲动消费，很少引起家长与考生思考投资效益问题。也就是说公办本科高校还没有明显的遭遇招生尴尬，并非绝对质量差异这个公办本科高校马上也要遭遇这个招生尴尬了，就是那些学费高的、名气不是太大的，也就是性价比不是太好。如果说质量灵活机制下，民办高校对市场需求的回应更为迅速，比如民办高校在专业调整上更为频繁，对学生的服务也更胜一筹。如果收取同等学费，民办高校未必输入一些公办高校，或者说公办高校更可能败下阵来，民办公办都找不到工作。只不过是现在公办的性价比显得比民办稍微好一点，就这点区别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就深刻反映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深刻变化，越来越多高分考生宁愿放弃著名大学，也要选择有未来确定性的学校和专业这就对了就是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学校以往考生根本就看不上，但是现在却成了香饽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学校一毕业之后，他们就能进入对口的单位，也就是说他一个确定的工作，那工作不一定特别好，但是那工作说不定有编制，要么直接进国企、进垄断单位。你比如说上海海关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这2个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好像都不是重点大学，结果它的录取分数横扫部分著名的985大学，还有一些军警类的学校，比如什么警察学院呢，那更是因为你从这学校一毕业，马上就能进入对口的单位，相当于近似于上岸了。所以这种倒挂现象也能反映一些问题，说白了就是就业难。北大公共管理以及一些小语种专业在提前批不得不征集志愿，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这种变化。这些现象本质都一致，无论民办还是公办，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关键在于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所以表面上遭遇招生困境的是民办高校，其实所有高校都要深入思考，高等教育普及化当下能给考生带来什么。如果提供不了应有价值，就会遭到唾弃。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近20年美国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下降了10%左右，核心原因就是上大学投资效益下降，对吧？这投产比不合适性价比也差。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并非所有民办高校都招生遇冷。他说，比如没有区位优势的哈尔滨华德学院、西安的西京学院等，都一次性完成了录取。作为民办高校之一的东方理工大学，今年虽然是第一次招生，每年学费高达9.6万元，但仍阻挡不了考生的热情。在浙江录取分仅比浙大低2分，那这个学校恐怕也是意味着这个就业相对比较靠谱也就是说学费虽然是今年大量民办高校遭遇特殊困境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绝对影响因素，关键在于能否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这些也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名准备报考福耀科技大学学生的家长说先不说是否可以直博，只招50个人，就业肯定不愁，否则连创办人曹德旺都不能答应。福耀科技大学这个一个潜在的这种就业可能，那就是进福耀玻璃对吧？他们一年好像100-200人都消化不了吗？他有这个做底子对吧？那就很多人就愿意去报考。这个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那么就在前2天，澎湃新闻他也有一篇报道，他这个更详细他说多地出现民办高校3、4轮征集志愿后仍未招满现象。今年民办本科院校招生难问题再次引发外界关注。他主要说的是广东以广东为例，说20多所民办本科院校有14所高校需要补录，经过3次征集志愿后，仍有多所高校未招满。以湛江科技学院为例这个是湛江科技学院，刚才爆雷的是大连科技学院，说湛江科技学院经过第3次征集志愿后仍缺2900人，刚才大连科技学院招的就是2900，这个湛江科技学院还缺2900，你说这是。这个广西更离奇说广西最后征集志愿时已经标明不受文化
划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也就是说你爱考多少分多少分，反正你都能来上大学。广东一所民办本科院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他说目前全国都有招生难的问题，今年的情况更为严峻啊。那我们想一想明年呢？而且不仅民办本科院校招生难，公立学校也同样存在此难题。该工作人员说因民办本科学费贵，不少学生选择读专科或者复读。专家表示近年来除了民办本科院校招生日冷，民办初中高中也遭遇了同样困境，一些公立高校也存在招生难的问题。原因是一个是学费贵，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就业行情不乐观。澎湃新闻查询发现，多数民办本科学费一年要2万到3万元，个别学校学费甚至超过10万元一年。以此保守计算，若算上生活费，一年花费要5万元左右，那4年就20万嘛，对吧？这小孩如果再攀比花钱再对吧大手大脚的，那对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说实话这2年高考的人数其实没有下降，因为这个人口断崖式下跌它只是对吧？从2020年开始，疫情期间就是下降太快，那这个要传导到大学呢，还要10几年，也就是预示10几年以后，对吧？至少10年以后才会这个考生人数大比例下降。现在影响的实际上是幼儿园和小学，对吧？现在每天咱们全国大概有65家幼儿园关门。今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深圳沙井明德第一幼儿园爆雷，这个门口被物业贴了告示，叫温馨提示，说明德第一幼儿园恶意拖欠2年半租金610万元，2025年12月31日租赁期满，收回物业，敬请全体师生妥善安排相关事宜。也就是这地方都被物业收回了。这个深圳宝安区明德第一幼儿园创办于2003年，也就是22年前，一家创办了22年的幼儿园，连租金都交不起。现在人口下降，冲击的是幼儿园，实际上小学马上就要波及了这个我今天看到新闻上海浦东是什么一个小学据说是全国最豪横的小学。豪横在什么地方呢？上海浦东新区三桥小学说今年1年级只招了22个学生，关键这22个学生还分成了5个班，这5个班一共有多少老师呢？23个老师没听错5个班23个老师，比学生就多一个。你看这个师资比对吧？师生比这个师资力量怎么样？所以说是全国最豪横的小学它可是上海这可不是在什么这个西部山村你想想这个上海浦东的学校，那个学校硬件条件就不用说了吧，那个投资多大，足球场、图书室、美术室对吧？什么电脑实验室，我看那绝对五脏俱全。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对吧？你看已经到小学了，连上海连浦东小学它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就大家可以想一下明年后年什么情况。最近这个新闻报道比较多吧，是各个地方那个小学老师淤了，就富裕了，然后只能赶鸭子上架，把小学老师往初中往高中赶，让他们去教初中去教高中，很多省份都这么干。但是好多小学老师不愿意因为对吧？他工资是差不多的以后退休金也差不多，但是你教小学和教高中能一样对吧？教高中压力多大，那个是也要高考，所以很多小学老师不愿意。从这儿大家就能看到就以后的趋势结合现在你看这个人口下降还没有传导到什么初中高中大学呢，那现在民办的初中高中大学就已经招不到学生了，那你再这么下去的话，很多民办高校要爆雷因为你看民办高校怎么说，你硬件投资下去了，你学校你得场地对不对？完了你这个教学楼宿舍楼这投资都要下去实验室，但是你招不到学生，你那么多老师对吧？还有这个工人人吃马喝的，那每月花多少钱对吧？你招到学生能招满，那是个好生意，能赚钱对吧？你看这个就连大连科技学院这样的学校一年都要招3000人，3000人我们假设他4个年级嘛，一共在校生1万人，那你想他每年学费比如说3万的话，那就闭着眼3个亿现金流对不对？这是学费住宿费是住宿费对不对？吃还是那学生还得再算。对民办高校来说这是个好生意，但前提是对吧？你招生得够如果你本来你计划是招3000人，你只招到1000人的话，那你这个学校肯定是在赔本运行。如果只能招500人呢，对吧？那是暴雷那是必须的。我记得这个美西方的学校很多都是靠那个校友捐款对吧？靠那杰出的校友混得好的回来捐款，这是一个大头那咱们这儿混得好的人少像雷军这样的毕竟少数，即便混得好了人也不习惯往学校里捐钱所以接下来恐怕就是先是这个民办高校开始
暴雷，慢慢的公办高校也要报。所以作为考生啊，作为家长选学校还得小心一点。你说现在这个大连科技学院这些家长这些孩子这些麻烦了，想到了啊，大学要暴雷，但是没想到来这么快呀，明年会更难啊，明年很多大学恐怕根本就招不满。我刚才说了，你这要招不满，你就是在亏本经营。大量的幼儿园关门，大量的小学关门，以后就会知道大量的民营大学关门啊，兼并重组啊。不过这个也有好处啊，好处就是家长考生不要卷了，对吧？让那些少部分人去卷，大部分人要正视自己，对吧？就是个普通人，没有必要在这一块玩命的卷，花钱烧钱。如果你仅仅想上个大学的话，那基本上以后都能上，有什么好卷的呢？但是你要上清华北大，那你就得卷，对吧？你要上那个985，那还得卷。如果你仅仅是我就要个本科，那根本不用卷。这个让家长啊，让学生负担都要轻一点，所以这也是好事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